救救我啊！救救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是我没错。对，我想找你拍个视频。说吧，拍什么？我的头呢是非常厉害的，怎么说？我的手呢更加厉害。怎么说？你有没有看过公鸡的头？它怎么走？那头是不动的。我是这个硬境界的天花板，我拍摄的非常的稳，就是我怎么扭，它都是不动的。示范一下。Come on, boys. Hey, come on. 怪你過分美麗，如毒蛇狠狠箍緊彼此關係。彷彿心癮無窮無底，終於花光心計，信念也都枯萎。